為咗我哋今晚嘅盛事打響頭陣呢，我知道請嚟一班咧人強馬壯啦、馬力全開嘅實力唱將。係啊，喺呢個時候咧，我哋用熱烈嘅掌聲啊，就歡迎 Hanjin 陳奐仁啊，聯同咧我哋嚟自星秀啦、星夢同埋中年好聲音嘅歌手，當然佢哋嘅出場一定會帶嚟好靚嘅歌聲啦，仲會咧配合埋呢個鼓樂聲啊，直情係話要熱爆全場啊！係啊，現場嘅氣温咧而家開始有啲風涼涼地。Patty 你凍唔凍啊？我唔凍，因為我心入邊非常之熱情，我相信同所有嘅現場觀眾同埋電視機前面睇緊嘅你哋一樣咧，都係好興奮啊！一陣間咧一定會熱血沸騰，我爆爆你點解咧？因為有勁歌熱舞嘛！喺呢個時候事不宜遲咧，我哋送俾大家有馬騰福智古韻飛揚。創造大地，情必須記起，我的故事變成傷悲。聽我講，做夢也是希冀。聽我講，我在衝出神趣味。聽我講，未來日子則有寫上全人類共唱這歌，有風同尋，有和願意分。唱這歌美好前程，跟我在追尋。又唱這歌闖出潮流，我豪氣發光。唱這歌光榮歲月，由我掌舵。One of these is dead. 小上高，所以即刻變小作方便海排，錢都咁使唔使？本身諗住好大鑊，點知係個大收穫，乜路人都變貴人，今日開始行大運，命中注定有大財，環遊世界好自在，小快樂變大明星，一個星人氣急升，發達發達發個豬頭餅，發達發達我要好環境。方案相互贊成，好友成足好淡定，發達發達發個豬頭餅，發達發達我要好環境，全家人都好精靈，我有勁事業有成，恭喜恭喜恭喜發財，恭喜恭喜恭喜發財，恭喜恭喜恭喜發財，出街有金執，落雨冇風濕。再踩手如好執，前曬咗好高級。命中注定有大財，環遊世界好自在。小業今變大老闆，想要乜隨便你揀。發達發達發個豬頭餅，發達發達我要好環境。合同方案相互贊成，屋有成竹好淡定。發達發達發個豬頭餅，發達發達我要好環境。全家人都好精靈，我有勁事業有成。發達發達發個豬頭餅，發達發達我要好環境。發個豬頭餅，恭喜發財！
場同埋睇緊直播嘅觀眾完全感受到我哋今晚啊開年開運開心嘅正能量啊！嚟到呢刻2026國泰新春國際匯演之夜嘅花車巡遊已經接近尾聲啦，多謝你哋啊！喺呢度咧，我哋再一次多謝咧，我哋贊助嘅機構啦、嘉賓所有嘅表演團體同埋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當然咧要多謝一直支持我哋嘅觀眾你哋啊！係啊，期待下一年啊，所有香港嘅朋友同埋世界各地嘅旅遊朋友都要嚟到香港，期待下一年更加精彩嘅新春國際匯演之夜。最後祝大家馬年大吉大利，馬到功成 ，Happy New Year！ 多謝晒咁多個表演團體，俾啲掌聲佢哋好冇啊！非常非常精彩嘅晚上喺度咧，咁啊有請所有嘅觀眾坐喺座位，暫時留步先啊，好唔好啊？大家講下所有觀眾暫時留步先。我哋喺呢度咧，我哋係有請行政長官以及一眾嘅主禮嘉賓咧，係先行離場噶。其他嘅現場觀眾咧，請稍作等候下。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 officiating parties will now depart.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everyone, please kindly be seated at the audience seat for a little moment.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多謝晒。多謝行政長官，新年快樂！多謝羅局長，多謝林博士 ，Happy New Year！ OK， 我們現在行政長官還有我們一眾的主禮嘉賓將會先離場，請各位觀眾先做等候，謝謝。各位現場嘅觀眾咧，等候期間咧，其實有好特別嘅事情要做嘅喎。咁大家有冇發覺現場你哋每人都有個福袋咧？打開個福袋，裏邊有個 QR code 啦，希望你哋填低咧關於我哋今次活動嘅問卷啦，留低你哋寶貴意見俾我哋，好唔好啊？多謝你哋。Right,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all of you to scan the QR code on the survey invitation card in the goodie bag to share your valuable experience. 各位大家可以掃描一下你們福袋中的活動的調查問卷，上面有一個二維碼，分享你們寶貴的意見。再次感謝各位。最後咧，再次提大家啦，我哋匯演結束之後咧，喺大年初二，即係2月18號至到3月4號嘅期間咧，花車將會現身喺城中多個嘅地點啦，延續我哋匯演嘅精彩啊！其中8輛嘅特色花車咧，更加會首度喺啟德呢個嘅體育園裏邊作出演出啦！咁啊，大家記得唔好錯過咯，想再睇就可以去到我哋啟德嘅體育園裏邊欣賞啦！喺呢刻咧，再次祝大家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恭喜發財 Bye bye. Have a very nice Chinese New Year. Thank you. See you next year.